忘了，忘了，娘主子，夜深了，快来睡吧。谁来了？谁来啊？舅妹啊，莲子羹熬好了没有？熬好了。啊，媳妇还没有过来，倒是早了，岂不要凉了啊？咱不早些倒好，岂不要烫了你肌肤吗？凉了，岂不要变坏肌肤吗？这样的，凉了么这女呀？姐姐真想着知道，可是怎么从不见姐夫也这样体贴姐姐呢？你继父把心思都用到书本上去了，他哪有功夫想你姐姐的事啊？姐姐你呀，忘了，忘了，娘主子，看你这个书呆子，刚才叫你恩人，怎么一下你就忘了？娘子稍等，小生来了。王君请得良夜衣裳，记得过书记子，自古原谅。唐啥是上京人，功名于王。金不女归阴妻，一片心伤。快去走吧，凉了吃下去不好。多谢娘子。你在做什么？做针子，让我看看。凉了快去吧。不许我看，我就不去。是一首密码字，我在做的。你想我还会替别人做码字吗？你替我做了许多码字，又做它何用啊？你深夜用功，两腿受了温气，需要密码舞台才好呢。娘子如此体贴，小生没此难吧？不要这样噻。舅妹，等一等。因之间有生趣，娘子，我在你家已有2年了。娘子对我的恩情是有定当多报，在等来年上京应试，实得高祖，定及娘子进京同享荣华富贵。忘了，你至今这样日夜用功，这为的是荣华富贵吗？是啊，常言道得好，10年长夏无人闻，一举人名天下知。一旦中了上药，我就什么都有了。这万位王王啊！你莫忘了，在你堂下无人问，莫忘了寺门外一片山安宁，愿王郎才高配，无为
去睡吧。小玉娘子，黑人庙右边有一位张大夫，医道十分高明，明日你就去看一看吧。多谢娘子。你听听你，刚送师傅到里面去了。啊，我去叫他。我们这位观音师姐呀，这师师傅简直弄糊涂了。你想，今天是我们十弟妹结拜的日子，他把忘得干干净净。我对他说了，他现在心中只有一个人了。你看他2年来为了一个碗筷，得罪了多少客人。他好容易摘下来的一点东西，也为碗筷花完了。他呀，谁是想当上元夫人？师妹真是个情种。什么情种？他平时欠了碗筷的。好啊，你们又在这里便把我了啊！哎呦，上元夫人来了。服侍些什么呀？哎，不是我们服侍，是你呀，贵人多忘事。今天是什么日子？你都忘了。哎呀，我们等到3更天，你也不来，真的忘记了。你们提醒我，我去不就是了吗？哎呀，怎么能让上元夫人去呢？当然我们来了。你这丫头，不是你吗？师妹，好了好了，哎，你个小姐，你把小娘子抓来了。哎呀，你看，塞到哪里去了？这是师妹的父亲留下来的遗物，要快找找吧。好了好了，不用找了。你们看，在这里。哎呀，你的这个都送去碗筷了。哎，当心在碗筷变形，把他送给别人。碗筷不过少了几个人，你们为什么这样看不起他？好好好，大娘他们与你不随去了。只要我拿好心待人，神总会拿好心待我的。师妹，你不要多心，我们话也是难听，可都是好意。我们是姐妹，自从结拜以来，只剩下了3个人，彼此还能不关心么？想当时多么热闹，现在就这么冷清。你的媳妇本子了，不打我们见面，叫人怎么能不怨你哦？以前的事真不忍体。
前去看地府，难以可为。四妹，你同小姐讲什么啊？没有说什么。怎么一会儿你就不放心了？不是的，我怕他推人，推人不放肆，只要信你，不就行了吗？谁在分享你？真的，这你就放心了吧。啊，我去看一看，谁来啊？沈家不理我们走吧。姐，沈家要走了，请你的，你继父刚才让你。好，那我们走了，不送你们了。你呀，坏心思送我们。姐不行了啊！这样的。在这里休息一会，待老奴先去陪嘛。王郎，娘子万有无言。王郎，来此也是黑人庙，想连我结为夫妇，是黑人也做的媒人。若不你我一同进去，想人间民国肆虐。娘子说的也是。与王魁结为夫妇4年不受监牢，生死无法，永不变心。但为此呀，让人苦海。小生王魁与桂英结成夫妇，列至不边界走去，才为此呀永垂刀上。王郎，言重了。新郎君把子命，王啊，你终于今生。王啊，为妻昨夜剪下青丝一缕赠与郎君，此一去路途寂寞，思相依，见此把与是见归阴。此一缕秋思与大头巾，又比正上玻璃身。王郎，肉酸才可得在身吧？只是岳父刘金娘子利益你们，小生岂会丢了？
马已备好。来忙请我老妻子，王郎啊，你女皇小调送对问安。少爷，请上路吧。老管家，请你一路自当，好好侍候少爷。老奴遵命。少夫人，你对我们淄博的大恩大德，老奴永不忘记。娘子，我要走了。王郎一路小心，为妻在家，暂儿嫁衣。娘子在家也要保重了。你委屈吧，王郎，你一路珍重，娘子在家也要小心了。姐姐，姐夫去远了，看不见了，我们回去吧。恩树林做子了，王郎应再苦心才定他元岁了成。弟弟，回去吧，啊，回去吧。要是少夫人得知少爷高官得中，定在喜欢非常。少爷就该派去少夫人进京才是。我也有此意。启禀常员公，李大人到。有请。常员公承迎。李大人，常员公请。
常月公和西常月公，西从何来？而老丞相有一千金，十分也美。老丞相又有常月公，就为进京自豪。不知常月公意下是何？孟汉老丞相见爱十分关心，此时岳孙家中也有糟糠之气，这门亲事难以议哟。请问常月公，家中的夫人是哪家名门的千金呢？这个是常人家出生的了。这无妨，多送些银两，叫他的年中度日，也就是了。有道是糟糠之气不下堂啊！常月公不去糟糠，真是难得。这是常月公气色，原是欣赏人家之女，这怕是笑话。这是二人相爱戴之名，常月公做了老丞相的东道夸许，应在先人无量。此次李翁请为永有生三世，三世而何应？常月公告罪，告罪，告子奉送，告子，告子。这在李老爷的差人在我一家，这李老爷是替汉相府审美来的。那少爷你是怎样回答他的呢？我自有之章，不用你问。少爷呀，到地境来，不知道你下去。启禀常月公，上哪人可夫？听说他是本分的人，他来做什么？不必又是何物？有情。常月公平安。常月公，下官少来拜遇，其常月公是谁？有真正个老有此家的。常月公，是在李翁两婚老丞相之命前来提亲，言道常月公不起糟糠，故而不便答应这门亲事。老丞相听了是十分钦佩。只是老丞相放得常月公的妻子乃是莱阳名苦阳的野花女子，此事倘在被人知晓，常月公的脸面何成啊？老丞相实在是为常月公苦心，故而们命下官再来提亲，常月公可万无推洽的了。他们是此相爱，是何是好啊？见我神梦相依初见，玉梦见辜负来，寒气三落命苦熬，他原是思乡门里演得的好穷才。
人匹配，定期再去不应该。经济是要真相配，不实在相负。从今后世上请用神风吹。常月公，以下是何？某人相有爱，若身真棍开日。只是匆忙之中无有信问，是何是好啊？常月公，正月顺才不是最好的品物吗？正月顺才么？原来自见自问，是以他为品，这些常月公心结是牛，情重是山啊！区区笔问，望不见相。此时待下官禀明我老宰相，接着前来迎接常月公妻子相夫，以便完婚。多谢监公告辞。奉送告辞。想不到我王魁一家儿子，竟做了天子的门生，宰相的爬去，也快飞往人大旁人百里。好不可惜呀！群众所欲应是用，王魁今日奉上席。各位我把一场风都苦实在，从今与丢在无上忙把牛带上担喜呀！禀常月公，莱阳家事到啊，下属人不在，书信下在卡店之中，是店自动送来的，小人已当发他去了。下去是。贵因被击，王郎监察。还有小事一些。上不胜过金秀香，谁让得以真数啊？谁知叫谁有贵客，是只称一对西茶。看这小事，贵因到外一往情深。哎，大丈夫做事岂能反复不查？事到如今，我已顾不得你了。
不免得我修饰一封，附送8银200两，以报你2年恩爱。为基与你继父在意。舅妹啊，那真些嘞啊。
不好啥呀？但愿你大举平安渡千山，一山一关不逆境，宽大于苦家义，经大空难才让生，我情绪梦来记情人。千真万真是无心。姐姐，恭喜姐姐，恭喜姐姐，这次到了上月了。什么？老官家来报喜来了呀？我也我媳妇人，我媳妇人，老官家，少爷钟家堂岳明老奴报喜来了。想不到叫归隐，也有今朝。有书信一封，是的，还有家送银子200两，请夫人收下。银子就没剩下。老官家，少爷身体可好？真好，可是少爷今日差你来的，正是少爷命老奴迎接夫人觐见。遇到你了。啊，菲菲，你快去预备酒菜，今晚的我姐妹喜上一喜。老官家，一路辛苦的，我先去吧。菲菲，你快点行吧，我们都想听听姐夫的喜讯呢。哎，上元公去上元夫人的信，我们怎么好听呢？算了，我们去吧。老官家去洗洗吧。姐姐，不要去问妈妈不可，看她还要骂，姐夫穷，姐姐甜嘛。妹妹不可自私。阿舅妹，你快去正在营上，明日一早，令我一同进去。多谢姐姐。王魁见机，贵姬长子。是必须在今教应得中，乱人想造贼，即是屯里。决心患难解决呀！得命王总送把银200两，是报延吉2年恩哎。必连子愿意归，须将我应冤枉亏。心焦在张得路，真相全路若一在。王魁，谁呀？
人林不与我自理滚滚，真一生害人也。细听分明，赵伯兴无地步，旗下丧命，可怜我美在烟花长眉无神，风西天俱忘愧，萍水相逢几人欢爱人，夫妻相爱两年整，我问他每夜里哭到大山根，那王魁上京把事应，我也曾与王魁曾到城前大事明，十指望生死何妨与他共命啊，与谁是此人之面薄亏他中了高，亏人忘了本，他经过定期再去与出心啊人，200两银子一封信啊，还在我上天无路在地无啊门，是在等头心出人人公分，王神神之真意是差因与我归因大冤神啊，给彩的魂灵与我再争，与我再争，黑人呀，我总是往前也关心神。年年归雁孤苦伶仃，你就替我做主吧。黑人爷，我哭诉了半天，你是一点也不离开我。莫非劝你的人太多了？你忘了那天我王魁在此明示了吗？潘官爷，潘官爷，潘官爷，请你向黑人爷为禀一声，夸夸办那王魁。你也不理我，那天我王魁在此名字，不是你用小鬼所竞争的吗？小鬼哥哥，小鬼哥哥，小鬼哥哥，你记得吗？记得那天我王魁在此名字吗？
教诲一无节，二无私，是个烟花女子，给人家媳妇的嘛啊！宦官之地做奸臣，小鬼也不肯听一声，怎奈自叫天天不应，欺负叫鬼我名字黑生爷，难道你母子不刚正？算与三金皆有情，常为我的今日福音令你三无可诉，处处三爷呀，莫比你官上不管生死，岂不问生死风不现实本？欲望愧在生前发下誓约，为心才呀去小米干。被邪门亏了，我不想，我不想你，我确实不想你。回去吧，回去吧。姐妹们笑吗？不到万苦人，曾经对宝儿的当妈受欺压凌，这真是上天天福禄啊！谁的家父们？人生俱忘愧，与我再争。黑人爷，你真的不该忘愧与我对争，你不在我的堂子，归因此愿也无此可争的了。你叫我回到哪里去呢？我又是无家可归的人了，我只有一条死路。对，谁知我死了，也要给那王魁。到你身前。
莫比。
两官，我到四方批阅公文，你为王侍奉小姐去吧。是。相顾王魁，自从实在相父以来，我那小姐对我十分恩爱，真是言不必弃。不如又是深秋了。自从得知焦贵爷在莱阳黑人庙内事业生死，哎呀，下官虽在今有精修之中度日，总觉得精神恍惚啊！情缘一心深深系，当来残灯似流年，耳边像又听得风声起，望春望望必不息。司令下面是谁来了？你是谁？啊，不是人，是银呐！哎，王魁啊，你的大娘也踏心，就是鬼门，怎该把我贴出门生气？地面这是平静了。听说是边境人，我心小是啊非，在乡家是大哥万年的王魁，他在那三围楼上成双作对，就是你孤孤单单，凄凄切切，千里万飞。呀，猜呀，猜呀，今夜晚管教你到神仙佛财。这等于在做了王魁。判官爷呀，判官爷须心机，且在莫非你有生推尊之业？
好凄惨呐，好像是焦桂英的声音，又听不见了。哎，也许是我见人花过手指，哎，切日由他。为何无风门是开呀？谁？是我啊！哎呀，掌柜呀！王郎，分明是人，真的是鬼呀！你不是焦桂英吗？真是为妻，闻听你在黑神庙有日夜生死了啊！这是认错了，我不认识。你不认识？王郎，请来看，我不是你的桂英吗？我一人修饰一副银200两，你再来找王郎在中常院为吉祥郎君贺喜来了。是个婚姻，关我的什么喜呀？正在不唬你，王郎得中高魁，说了为妻，
祝你成名之女。再三，我千里迢迢，也为的是与郎君送药方来了。药方？其实郎君在明狂的时节，深耕苦读，两手冻得冷冰冰的，后来成了大病。是我在黑神庙右边，请一位大夫看好的。大夫说，要是此病再发，可再造此药。我病从未再发，药方不用了。不用了，纵存再发，也有我那夫人照料，不劳贵己必须。原来是此。我去问你，千里迢迢你是怎样来的？千里迢迢，郎君来的，难道我就来不对吗？贵人，你咋这不委屈？我就要问你个貌似婚庆，时常相顾之人。哎呀，王郎，你何必是此呢？明年贵人当在一点不稳定的好处，你就收来我这个孤苦伶仃的女子吧。贵人，你啥这次要是被夫人知道，那完得了啊！既然我与郎君当日相爱，誓不再嫁。如今王郎告状，为妻反遭受气，实是为妻道儿的举烈难抗。只求王郎用贵人在府上做一名奴婢，我一个郎君担大责。你死了这条心，速速与我出去吧。既然做奴婢也无此不问，既然你在今日间怕你路途寂寞，写下青丝一缕，如今还在身旁吗？这是你的留法。哎呀，那你孙在你，有孙在么？我是对你讲了，
他也做了我与夫人订婚之新闻啊！我现在是我弟弟的疑问，当在相送于你，想不到你不必多言，请你把您50两速速委屈了吧。我也是无家可归的人了。那么，请你往进50两，你是你们不去吧？啊！到了此时，你还要我焦桂英再落风尘吗？你心何人啊？哎呀，桂英啊，今生是我为了你，原来生于你这级死路，从家罢休。哼，我却不信。我代替明示，王奎，你那时也已经爱死了一个焦桂英，你还想再死一个焦桂英吗？王奎在生死话令人发怒，在山谷打来刺痛及你已经爱死了焦桂英一个，你还想我到来时再对什么？真是桂英贵问上司。哎呀，桂英，你不要来想我明天去那名声高堂超度于你呀！我要你跟我回来养气吧。现在不行，现在不行了。现在怨我不行，你是鬼呀！只要有情，不分成鬼呀！鬼，你是再不去，我就要请那法师将你当着九有地狱！王奎，你在呀？我刚才私推你本身，是指望你有半点人心，我在找你一死。谁知你竟是丧尽天良！快点！王奎，你咋笨？王奎呀，你在猜呀？王奎啊！哎呀！焦桂英不是鬼王的，还是不是死的。后来呢，就是他大胆的，就是创造了一个玫瑰啊。那么焦桂英这一场行路呢，是应该讲天老的多长，因为这个戏别的剧种都没有这一场戏。那么有人家就问我了，怎么你就是行路的那一段唱腔啊，
应该讲的观众人口专家的我鼓励，那么学生在教学上呢，他们还是就是从打基础来的。那么特别是音乐工作专家啊，都是对我这个行路啊是相当鼓励的吧，肯定的吧。那么我觉得最主要是作者的字写得好，他本人他把我超过了，譬如我们豫剧呢十字剧啊，或者是没有超越字比较多的，这个就是田老的字呢已经是音乐性很强了。所以对一个演员来讲，我觉得我是一次享受。行路就是我是追求正假声结合的。那么在行路方面呢，就是应该讲就是一个是水修，一个是我姐姐呢当时啊就是唱腔方面我是有好多有正假声结合来运用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姐姐的那个正好我学那个美声唱法，那么也学过京剧，那么这样一来呢，我把那个声乐把它拓宽了，譬如千里晚飞，我就跳跃了几个多。那么这就是没有正假声结合，它是跳不上去的。从这个呢，就是我当时啊57年还是在探索攀登的时候，那么因此在琴坛中间呢，应该讲我在声腔方面就是起到了有一定的让我有探索的机会。落魄时他也曾得他临危相助，得意时他却还给他一纸休书。穷书生一朝登龙门，忘恩负义；青楼女含恨负酒泉，死不瞑目。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领衔主演越剧《情探》。我们一起合作的啊，大家都是认可的，就是那个王奎的形象。当时田老看了以后呢，就是他因为是很激动的，他说这个好，他把骆锦华老师，他说我感谢你把我的笔下的，这就是我笔下的王奎。那是评价很高的。那么我觉得骆锦华老师呢，他是演那种我们叫酸秀才啊，他应该讲的非常有特色的。特别他的唱就是陆派演唱呢，也是接观众生非常欢迎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戏呢，虽然是时间短，是大妖精的那个，人家讲这是大妖精的产物，但是我们还是就是每一个演员也好，都还是全身心的投入，所以也得到观众的认可和欢